每一年咧嘅週年日啦，續保嘅時候咧，保險公司都會喺前1個月之前咧就會寄一張繳費通知書啊。另外仲有一個係叫做週年通知書，咁咧就提個人客啦，你張保單嘅情況係點啊？以往咧即係幾廿年咧，保險公司都係用紙本啦。隨住呢10年咧，全世界都推環保啦、ESG 啦，保險公司咧逐步咧都將大部分同客戶聯繫嘅信件咧就電子化啦。咁咧就用電郵係啦，咁咧就寄俾客戶。電郵咧有個好處嘅，其實大部分保險公司咧都可以咧 keep 到6至7年嘅電子信件嘅記錄嘅。你話 keep 呢記錄咧有咩好處咧？就方便投保人，例如有一啲投保人想跟翻究竟過去呢幾年嗰個保費加價嘅情況啊，咁可以睇翻之前嘅續保通知書，之前嘅保費收幾多啦。另外就有一啲人客佢哋係有做咗保單貸款啦，咁佢哋可以留意到究竟自己張保單幾時可能做咗一啲貸款啊，甚至乎邊一年突然間唔記得交保費，跟住保險公司用個自動模式將戶口價值幫佢去交咗保費，喺環保嗰度即係做到一啲嘅進步啦。咁陸續咧都會大部分嘅人客嘅來往信件咧都會用電子信件，即係用電郵咧寄俾客戶啦。不過咧電郵寄俾客戶咧事實上有部分嘅人客咧佢哋會唔係咁習慣，甚至乎唔係咁中意。有啲人客咧佢哋咧事實上平日咧就好忙真係日日自己公司都可能好多電郵，咁變咗咧佢哋有陣時有咗信寄到屋企，跟住就會提到佢要拆信喎，保費又要交啦咁。咁其實對佢嚟講咧，佢覺得紙本嘅信件咧係一個交保費嘅提醒啦嚇。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啲長者啦咁長者因為唔係好熟悉點樣用手機啦，變咗咧佢哋都唔識用電郵嘅話咧，紙本嘅繳費通知書咧對佢嚟講咧，似乎就覺得好似安心一啲嘅，就好似咧我哋銀行啦即係個演變下，即係好多年前我哋仍然係有打簿仔啦，係嘛？咁每個月出糧就去攞本簿仔打簿。不過咧，我諗都有好似10年前開始，銀行都好似冇呢啲簿仔戶口噶啦全部咧就即係用信件，即係唔使俾佢咁打簿啦。每個月嘅月結單就已經有記錄啦進化咧都會去到就係喺手機程式啦保險公司咧同一樣咧都係研發咗一啲手機程式啦，方便嘅人客知道人客咦佢需要有個提醒去交保費除咗依賴紙本，但係又想推環保係啦，即係唔好斬咁多棵樹，咁點做咧？於是咧保險公司而家都會用手機啦，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喺保單到期前，有啲係1個月，有啲係個半月就會 send 個 SMS 啦、信息啦，提個客戶啦。有啲咧就會send 電郵啦，提個客戶交保費啦。另外喺手機程式入邊咧，都會有顯示啦，有個啷啷嘅提醒啦，就佢撳入去就會彈出嚟提佢，喂，你有保費要交咯唔同形式嘅方式希望呢個客人咧就能夠唔好依賴紙張嗰個信件去提交保費，而係用因為有手機都係好普遍嘅事啦。咁收 SMS 咧提佢交保費咧，正路嚟講咧都客戶都大機會睇得到嘅而喺 SMS 裏邊咧，佢亦都進化咗咧就係因為而家都多嗰啲網騙啊嘛咁變咗保險公司咧亦都係啦所有佢一啲大機構會攞咗政府嘅認證啦，喺嗰個手機信息保險公司嘅名之前加有個井號嘅，咁嗰啲就相對就安全一啲啦。咁客人先撳入去睇個信息啦，咁就知道原來係提佢交保費啦。其實呢個咧都係一個進化或者我哋叫做
演變嘅過程啦，有陣時都好難走翻轉頭。不過你話啊，咁保險公司俾錢 send SMS 嘅嗰個網絡供應商咧，係每一個信息都收錢㗎。其實 SMS 係好貴㗎，唔平㗎嚇。你話係咪佢慳咗郵費寄紙張，咁就用其他形式去研發一個手機程式咧？要令到人客用得user friendly，覺得好用或甚至乎而家咁多 app。點樣令到個客覺得即係都值得去開個 app 或者下載個 app 咧？其實保險公司係用咗好多千萬不停更新、不停研發、不停揾 IT 嘅隊伍去改良希望令到咧客戶咧覺得保險公司呢個手機程式咧係佢值得下載，同埋係真係幫到手嘅隨時 check 到保單個內容啦，保緊啲乜嘢啦，保費係幾時啦，另外會唔會有一啲嘅健康嘅知識啦，都會集合埋佢哋強積金戶口啦，同埋佢公司如果個團體醫療都係喺嗰間保險公司嘅話，公司嘅團體醫療都可以一次過提晒個保障咧。例如網絡醫生啦，亦都可以用手機程式睇到。咁變咗咧就隨時隨地嗰個手機程式咧都可以幫到客人。如果喺保險公司掟落去嘅投資嘅資金咧，事實上係遠遠多於佢慳咗嗰個紙張郵費俾客人嘅 SMS 嘅錢啦，研發手機程式，因為手機程式係不停要更新、不停改良噶嘛，嗰度真係好多好多嘅千萬嚟嘅嚇。點解保險公司除咗希望提供專業服務之外，佢哋有乜嘢動力誘因而令到佢哋可以投放咁大量嘅持續嘅資金去做呢件事情咧因為一間大嘅保險公司，客戶正常嚟講只會越嚟越多，最多保險公司每3個香港人就有一個就係佢嘅客。咁你諗下佢要做好呢件事情咧，事實上咧係叫唔容易啦，亦都要喺個行業裏邊咧做到一個榜樣啦，咁令到其他嘅細保險公司可以去學習啦。講翻啦，保險公司有乜嘢動力令到佢哋可以喺財務部投放俾資源佢哋去做咁多呢啲叫做服務嘅事情咧？主要咧就係因為喺國際上有一個ESG 環保嘅國際公約啦，而呢個國際公約咧將 ESG 咧就分咗3個範圍。第一咧就係環境保護啦，第二咧就係社會責任啦，第三咧就係公司管治。咁喺3方面，佢哋咧都會咧有唔同嘅評分，喺最後有一個總嘅環保評分高嘅時候咧，先至能夠吸引到國際性嘅大行基金公司咧去買佢哋嘅股票。即係投資者亦都會有個偏向，就係覺得呢間公司如果喺呢3方面做得比較高分數咧，證明呢間公司咧嘅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企業，係一個比較高水平嘅企業要求。一間上市嘅保險公司股價係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你話佢能夠做好呢幾個分數，吸引到國際性嘅基金經理嘅大行大嘅投資者去投資買佢哋嗰隻股票咧，咁佢股價咧先至會上升噶嘛，係嘛？人哋先會覺得佢間公司係有價值噶嘛，呢個係一個咧表面大家感覺上好似好虛無縹緲，環保好似好急嘅事情，但係事實上咧，呢件事情咧就當環球所有國家大家簽咗個共同公約嘅時候咧，希望可以喺嚟緊嘅將來點樣每間公司除咗盈利之外，都要對呢個世界係啦有一啲責任啦。所謂嘅責任係咩咧？就係如果我哋睇大圍啲你話全球暖化或者嗰間公司究竟佢哋嘅排污係點究竟佢哋嘅室內嗰個減碳用控制冷氣用紙張因為都會影響減少幾多棵樹木噶嘛，係嘛？
如果成個地球大家淨係為咗賺錢，而唔理環境污染，而跟住環球暖化嗰啲北極啊、南極啊冰川又一路融化，跟住所有城市嘅水位上漲，其實到時候就先至大家去做嗰件事情咧，就太遲啦。我覺得你話有呢一個環球嘅意識係非常之好嘅，不過每一個企業我哋而家能夠用依啲嘅分數，令到投資者去唔去買佢嘅股票，先至令到嗰啲企業除咗賺錢之外，而佢哋點解都要推 ESG 嚇？咁我覺得呢個好似一個叫隔山打牛咯，我自己覺得你唔做好呢個基礎，或者你開始做呢個步伐，將來你間公司就唔能夠持續發展，亦都冇人會買你嘅股票嚇。全世界咁多公司，其實大家就冇得講話鬥高分或者係鬥快嘅，只不過咧就係大家用時間慢慢去將每一個企業自己嘅內部去點樣去管治得更加好，喺員工福利勞資各方面嘅關係一 part 一 part 一 part 去做。你話喺客戶嚟講咧，我自己暫時覺得啫，即係你話行呢個環保咧，最近客戶影響到咧就係冇咗嗰個紙張嘅周年通知書同埋周年嘅繳費通知書一啲來電咁。事實上有一班長者佢哋唔識得用手機嘅話咧，我哋係需要佢哋嘅仔女咧去協助佢去用呢一啲嘅電子嘅交流或者電子嘅信件嘅聯繫啦，事實上係需要嘅所以大家都要有呢一個意識啦。同埋有陣時我有啲即係超過60歲嘅客人都覺得，哇！即係點解即係喺服務裏邊，哇！又要換紙張，哎呀！即係我咁樣會唔記得嘅喎，跟住咧又即係佢哋會有陣時會有少少微言，就覺得哎呀，即係咁麻煩㗎同埋一陣唔記得咗交保費，停咗張保單又點例如譬如提交保費啦，保險公司唔單止以前可能只係單一個月前寄張繳費通知書，而保費到期前個半月先 send SMS 啦，跟住又會電郵出啦，跟住手機程式又會再提個客啦。好啦，到保費過咗期，咦發覺佢仲未交喎，跟住保險公司喺保費過期之後15日之後又 send SMS 啦，又 send 電郵啦咁喺個手機程式再提啦。其實係比以前嚟講咧，係做多咗好多提示嘅即係只要個客人咧係有手機，而佢喺公司嗰個電話電郵係正確嘅話咧，咁佢一定係會收到資訊嘅。不過你話如果係即係長者啦，佢唔係咁識用手機嘅話咧，鼓勵啲仔女啦，可以幫佢去跟進啦，甚至乎嗰張保單會唔會加翻仔女做持有人變咗啲信息就去咗個持有人度啦，係啦，講變咗個仔女咪可以跟得到咯，即係有好多方法，我哋都可以協助個客人咧，去令到佢知道保單係到期嘅，我哋就唔可能100個客就100個都滿足到晒100個客，一定有部分客戶咧，佢哋係始終個適應學習會比較慢一啲啦，甚至乎可能有啲長者啲仔女都移咗民或者唔係咁住變咗有陣時究竟點樣急咧？咁呢個咧都係好靠我哋本顧問咧，每年去同佢溫習保單嘅時候，會搞佢了解佢現時嘅狀況咁我哋都會俾一啲好啲嘅建議佢點樣令到佢覺得嗰個保單收信件或者知道資訊會好啲。